雅学堂为我们带来这首泰雅族的怀念新浪漫。接着下来呢，我们要请泰雅学堂合唱团小班的小朋友一起上台，为我们带来一首好听的曲子，让爱传出去。我们掌声欢迎最可爱的泰雅学堂小班合唱团。这些可爱的小朋友都是我们泰雅学堂的音乐的希望小种子。哇，小朋友非常的热情跟非常的期待要来唱这一首歌。同时呢，这首歌呢，我们待会有特别邀请一位小朋友，透过这首歌让爱传出去，表达他对他妈妈的祝福。因为我们这位孩子的妈妈呢，同时也是我们学堂最认真的志工之一。那可是因为前一阵子，我们这位志工妈妈身体微恙，进了医院。这个妈妈非常的乐观，她说她进医院是人生的旅程之一。今天她非常幸运的，恢复得很快，已经回到家里继续休养。可是我们要透过这一首歌，泰雅学堂要用《让爱传出去》这一首歌送给我们的晨曦妈妈。同时，我们要邀请晨曦把她对妈妈最想说的话用唱的唱出来。我们再一次热烈掌声欢迎泰雅学堂带来这首《让爱传出去》，掌声欢迎！
传出去。哇，从来没有主持过，从那个冒雨还要下来，这样子跟大家淋雨，跟大家在一起。非常谢谢泰雅学团合唱。